新加坡南洋大学教授詹姆斯·多西在美国出版了《沙特阿拉伯的维瓦人受中国压力和控制》一书。书中提到，中国希望与沙特阿拉伯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建立良好关系。所谓良好关系，就是用金钱买通，使唤他们为自己做事，利用他们来控制生活在阿拉伯国家的维瓦人，希望通过压力对东突厥斯坦提出不同的批评。作家兼记者谢雷夫·伊利马兹在国家新闻简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共政府对维瓦人采取实施的各种欺压破坏的程度，详细介绍了维吾尔族穆斯林面临的危机要比想象的糟糕几倍，可联合国等国际机构无法直接干预。在中共政府的影响下，在国外生活的维吾尔人随时都有被拘留、被迫返回或遣返中国的危险。如果他们被迫返回或遣返，可能会受到非常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多年来，维吾尔人一直遭受中共政府的严重破坏及侵犯行为。这些违法行为包括任意逮捕、信仰自由和对社会及文化权利的限制。如果被捕的维吾尔人被强行遣返中国，那么他们的生命安全会面临高度危险。新华社华盛顿7月17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7日在白宫表示，自己接受美国情报界关于俄罗斯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的结论。联合国报告中说，逃离缅甸安全部队暴力并在孟加拉国避难的阿拉堪人希望以公民身份返回家园。